守護肺炎，接種肺炎球菌疫苗。喂，李太，今朝唔見你嚟晨運嘅，去咗邊度嚟啊？係啊，陳伯，今日我個女帶咗我去打疫苗啊。打針？你唔舒服咩？無啦啦打針嘅？肺炎球菌疫苗啊，放心，我個肺冇事。不過我係糖尿病患者啊嘛，所以啊，最好保持謹慎。李醫生？係啊，陳伯，肺炎球菌可以透過飛沫同接觸受污染嘅表面傳播，潛伏期為1至3日。戴口罩同勤洗手都係預防措施之一，而接種疫苗可以提供保護，減少中重症發生。即使受到污染，都可以減輕症狀同降低出現重症嘅機會。原來係咁樣啫嘛，我咁健康冇事咧。爸爸，肺炎球菌所引發嘅肺炎係香港第2常見致死疾病嚟㗎。你哋65歲或以上嘅老友記同埋2歲以下嘅幼童尤其要注意。如果不幸受肺炎球菌感染，長者患上入侵性肺炎疾病嘅幾率較大，而病情亦通常較為嚴重。最壞嘅情況下，甚至會導致死亡。好似李太有糖尿病史嘅長期病患者，仲有曾經患有侵入性肺炎球菌病或者免疫力受損嘅患者，都係屬於高風險人士，更加要做好預防措施。醫生會評估你嘅情況，建議合適你接種嘅疫苗種類，根據你嘅年齡、健康狀況同埋接種疫苗嘅歷史，所需接種嘅疫苗都會有所不同。咁我哋可以點樣預約接種疫苗啊？我哋可以透過家庭醫生預約接種疫苗。政府又向私營診所提供資助，設有兒童免疫接種計劃同埋疫苗資助計劃，你都了解多啲，盡快同你嘅家人一齊預約接種疫苗啦。